立法會繼續審議雙倍印花稅草案，陳家強重申議員嘅修訂將會削弱辣招嘅效力。中學文憑試放榜，有12個人考獲7科5星星，係3屆文憑試以嚟最多。德國捧走世界盃，巴西同德國都有球迷熱烈慶祝，輸波嘅阿根廷就有球迷騷亂。各位，我係周嘉怡。立法會繼續召開本年度立法會嘅最後一次會議，審議涉及雙倍印花稅條例草案嘅多項修訂。雙倍印花稅嘅條例草案由多個議員提出修訂，由會計界議員梁繼昌提出嘅修訂繼續成為焦點。佢建議容許商業樓宇或者鋪位自用嘅業主購買之後3年可以獲退回雙倍印花稅。原本擔心掀起炒風而反對修訂嘅人民力量，考慮緊係咪轉態支持。嗱，雖然我哋今次係支持辣招，但係想話俾特區政府聽，辣招絕對唔係良方妙藥。我哋今晚會開黨團決定，都未必決定到。我就話可能最後嗰分鐘咧，聽完晒所有人嘅陳詞咧，仲要開會。商鋪會係首當其衝咧，成為係炒賣嘅對象㗎。咁咧就一炒賣之後咧，嗰個價錢肯定飆升。咁而嗰個租金咧，亦都會係相應就會升，就更貴㗎啦。梁繼昌嘅修訂需要經分組點票，喺2部分在席過半數議員贊成先至可以通過。目前自由黨、公民黨、民主黨、大部分嘅經民聯議員以及個別嘅建制派議員表明支持，令到功能組別只係爭1票就可以通過。但係地區直選分組通過嘅機會就比較細，就算人民力量2票轉投為支持票增加到去15票，但係反對嘅仍然有19票。政府呼籲議員盡快3讀通過政府嘅草案，議員嘅修訂只會削弱辣招嘅效力。就不同議題提出修正案，當中有與政府政策原意並一致，並會削弱措施效力嘅，有會影響措施完整性嘅。為咗貫徹反映需求管理措施嘅政策目標，以及維護措施嘅成效，政府不能接納有關修訂。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。草案喺朝早2讀通過之後，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，辯論由政府同議員提出嘅修正案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君雅報道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聽日下晝會到立法會簡介政改諮詢報告。林鄭月娥聽日下晝2點半會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，簡介政改諮詢報告，以及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嘅政改報告。第3屆中學文憑試放榜，今年12個狀元當中接近一半係嚟自直資學校，亦都係嚟自地區名校。九龍城地區名校華英中學自2005年以嚟第一次再產生狀元。楊子聰除咗7科考獲5星星，數學嘅延伸部分同樣都考到5星星嘅成績。梗係多謝啦，不過我哋阿 Sir 咧就中意真心啲嘢多啲，我哋講多謝就得㗎啦。佢明白我嘅意思。收到，多謝。佢嚟自基層家庭，完美嘅成績單背後，亦都要多得勞苦功高嘅爸爸媽媽。佢哋好耐冇買新嘅嘢咯，即係譬如我媽阿爸，我媽以前好中意買衫，而家都唔買啊。可能佢哋就會自己縮食啊，食翻隔夜嘅嘢啊，咁就但係為咗俾補習錢，我就盡量慳俾我咯。今屆一共有12個人考到7科5星星成績，主要嚟自多間嘅傳統名校。其中聖保羅男女中學就有3個狀元，包括有識弱嘅黃浩維，佢分辨顏色有困難，考試嘅時候要用特別試卷。佢打算做一個律師。咁我相信律師佢即係律師自己都係有一個自己嘅正義感啦，一個自己嘅 judgment 啦。咁如果佢覺得社會上係有唔公義嘅事，佢都係應該企出嚟係發聲咯。有冇星星嘅？喺九龍塘一間學校，有學生嘅成績就唔係咁理想，即係都係得10幾分咯，心情非常之彷徨。點解咧？諗唔到應該之後嘅出路點樣咯。
考生攞咗成績單之後啦，下一步就要諗下佢哋嘅出路係啲咩啦。好似九龍塘呢一間中學咁樣啦，就安排咗唔同嘅專上院校代表嚟到學校呢度，咁就同啲學生分享下到底有啲咩出路可以選擇。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君報道。有殘障學生考獲一科5星星同埋2科5星成績。天生患有脊髓神經細胞萎縮症嘅譚永康，除咗右手手指之外，全身都喐唔到，要靠口述再由老師代答試卷。不過身體障礙冇咗佢入讀大學嘅理想。最後喺文憑試地理科考獲5星星，中史同埋通識考獲5星級，數學有4級，連評嘅較差嘅中英文科都拎到3級成績，符合入讀大學嘅資格。佢希望可以入到中大嘅文化及宗教研究系。德國奪得今屆世界盃，佢哋踢到加時擊敗阿根廷，第4度奪標。上屆得主西班牙冠軍成員佩奧爾將大力神杯帶到馬拉簡拿球場，下一任嘅得主喺呢度誕生。美斯就想成為下一個，佢嘅個人能力唔使懷疑，單對單都過咗曉姆斯，以速度壓落底線，揾唔到隊友配合，先至係美斯成為真正球王嘅阻力。就算德國嘅卻奧斯送禮，希古恩都唔識把握呢個單刀。上半場補時階段，賀維迪斯接應角球一頂中柱，德國錯失大好機會。換邊之後，美斯又打破僵局嘅良機，窄位起腳，緊緊喺柱邊出界。平時呢啲波喺巴塞羅那都唔知入幾多，喺世界盃決賽嘅舞台就喺柱邊碌走。結果雙方90分鐘都冇波入，同4年前嘅決賽一樣，都係要加時。希古恩早早被換走，不過入替佢嘅柏拉斯奧把握力一樣咁差，同樣錯失單刀機會，接連失機就直嘅一腳。補時階段，美斯嘅罰球射高，注定佢暫時唔能夠用世界盃奠定球王嘅地位。結果德國踢到加時贏1-0，繼90年嘅世界盃之後，再次喺決賽擊敗阿根廷，將大力神杯帶返屋企。亦都係第4次成為世界盃得主，之前3次係以西德嘅名義捧杯，東西德統一之後係第1次。德國隊長拿姆從巴西總統羅塞夫手中接過獎杯。同時寫下歷史，係第一支喺南美洲攞走世界盃嘅歐洲球隊。無線電視記者阮輝報導。係巴西同德國都有唔少嘅德國球迷慶祝球隊贏咗阿根廷，24年嚟第一次捧杯。而輸波嘅阿根廷就有球迷騷亂。喺決賽舉行嘅里約熱內盧馬拉簡納球場，璀璨煙花祝賀德國成為今屆世界盃得主，同時標誌呢一場4年一度嘅球壇盛事正式落幕。德國雖然贏得驚險，但係球場外大批德國球迷狂歡慶祝球隊相隔24年再次捧走大力神杯。喺科帕卡帕納沙灘觀賞賽事嘅球迷亦都同樣興奮。呢一份喜悅喺德國柏林更加熾熱。入夜之後，街頭好似嘉年華一樣，成條街都逼到水泄不通。有球迷話等咗呢一日等咗足足24年，感謝德國隊圓夢為國爭光。亦都有球迷認為今次係東西德統一以嚟第一次捧杯，別具歷史意義。不過有人歡喜有人愁，另一邊廂嘅阿根廷球迷眼見國家隊只差一點點就可以捧杯，不禁悲從中來。但係亦都有球迷認為阿根廷雖敗猶榮。喺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，大約2萬個群眾聚集喺聖馬丁廣場慶祝阿根廷得第2，但係期間有青年醉酒爬上巴士站頂同埋燈柱，大批防暴警察出動，施放催淚氣體同埋水炮驅散，嗰批青年就掟石破壞店鋪還擊。當地傳媒報道有15個警員受傷，幾十人被捕。無線電視記者曾巧珠報道。另外，巴西國家隊教練士高拉利據報已經被辭退。巴西傳媒報道，巴西足總稍後就會宣布呢個決定。有足總人士亦都向傳媒證實呢個消息。士高拉利02年帶領巴西贏得世界盃，但今屆喺主場就失利，喺準決賽以1-7慘敗俾德國。季軍戰亦都輸0-3，輸俾荷蘭，只係得第4。
史高拉利琴日總結表現嘅時候話，佢嘅去留會交由巴西足總決定。休息下先，翻嚟會報道。以巴衝突持續，以色列話或者會有新一輪嘅地面行動。美國海軍陸戰隊喺野外測試新型機械狗，能夠翻山越嶺運送寵物。佢哋走